桃园机场的航警嘛来破一件毒品的走私案。运毒的集团甲2级的毒品藏伫个航空快送的包裹，要来冲关入境，去互海关查到。警方顺着线索掠到9个嫌犯，查扣到2级的毒品4公斤2。分别逮捕戴南及当然为首之2个运毒集团，共计9个成员，总计起获大麻花4.2公斤。运毒集团以包裹进口夹带大麻花入境，透过潜客找在学或辍学中的少年签收包裹，以躲避警方追查。最近查到的毒品来自香港甲美国，分别以燕麦甲电烘炉的名义申请进口。运毒集团利用着青少年来签收包裹，协助运送。警方嘛呼吁着青年朋友找头路，都要了解到工作的性质，才袂去互不法的分子利用去犯罪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